陳經理，我睇中咗個二手住宅單位，聽講有種新嘅支付安排叫智易付，可唔可以介紹下？當然可以。智易付利用電子支付渠道喺銀行之間直接轉賬按揭款項，唔使好似依家咁經過律師樓，令物業交易支付流程更快、更穩妥。賣方仲可以最快喺成交當日收到銷售餘款，對買賣雙方都有好處。智易付得到金管局同銀行公會全力支持，無論買賣雙方使用相同或唔同嘅按揭銀行，又或者賣方無現有按揭，都可選用智易付。明白，咁我如果想用智易付，可以點做呢？買賣雙方只需要請地產代理喺臨時買賣合約裏面加入智易付相關嘅簡單條款，律師同銀行就會跟進。唔該晒，我陣間就同地產代理商量選用智易付。